谢一年来关心民众的心声，有民众通过这个平台，外送平台点一碗160块的空肉饭，想不到敢若3片薄薄的肉。大部分拢是白饭，真正会无法度接受。讲一粒煎卵要60块，伊讲贵甲无合理，就咧留2册评论。佮有头家反映讲，早已经有写清楚啊。原来头家看到报版的意见，会直接写讲本店的物件真歹食，啊，这个反操作意外，所引起讨论。白饭顶放3底薄薄空肉，损失就占了规半碗，啊，规口拢是白饭。民众点外送，看到这碗，开钱是开到对心肝。讲这样卵是真贵，啊，毋过想袂到一粒就要60块，一碗空肉饭就要160块，煞讲有3片玻璃式的空肉，讲店家真正是贵甲真无合理，送2粒钱给伊，煞搁扣没等去。是不会这样做啊，因为他的东西还算可以啊。吃过他的水饺跟卤肉饭都还不错啊。原来这间店真心实，小街店面直接写滚刀歹食到要死，餐点号名嘛真特别，亲像写地雷餐点水饺叫做水饺皮，不一定包鸭哦。引起争议的空肉饭是写油腻的肉真少，为了叫人客买点餐，佮将成本反映在咧介绍顶。本来都要花时间去想说，我要去怎么样介绍我们的产品，怎样去介绍我们的餐点，让消费者可以去知道说，我们的东西大概是可能什么样一个呈现的一个状态。先甲臭名声打头前，毋过讲真实的，即摆为着啥人客，头家小街餐厅是有够笑亏，有汉堡店甲头家心内话全部压出来，讲家己细汉的时食香菇，食到胃肠发炎，讲嘛毋知影要安怎消解，佮讲到猪血粿食起来口感，就和家己共款，脾气正硬。要毋过食起来软心心，就甲家己软心共款。另外，主媒店头是讲即摆的卵真贵哦，千万毋通点伤济。即摆外送平台小界所在，拢讲啊真趣味，嘛诚做店家成人客不俗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